講到這中東的戰火到達時還未停歇，外交部長林佳龍在立法院表示講，有台灣的旅行團講要去杜拜，講也講袂聽。這觀光署證實講，最近有真儕旅客和旅行社針對着解約退費3成爭議，已經委託這旅行業品保協會受理了。目前呢，已經有40多件在處理。那品保協會是指出講，主要是旅行社和旅客針對已經納出去的費用認知無同款，而且這支付正面就要時間去申請，目前還佫協調。點開個大旅行社銷售網頁，以杜拜團為例，有旅行社已經將銷售的開關關起來，不過也有銷售中，而且有10多人買。這次出團日期是6月。中東戰火也未結束，最近真儕旅客甲旅行社因為解約退費3成爭議，就由品保協會正在處理。品保協會也證實3成糾紛的攏是原定要經過杜拜轉機的個案。經由中東轉機的這旅行團的糾紛，到目前為止累積已經差不多有40件以上的40多件的一個的數量，不可能說馬上就統統弄好，因為畢竟涉及到國外或很多的國家。關於觀光署進前公布退費標準，見證上有不可歸責的雙方當事人事由，依照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，若旅客想要取消行程，旅行社應該把已經支付的必要費用扣掉了後，剩的錢退還給旅客。也就是加大有的要景點門票甲船票，這已經支付費用可能攏無法度退還。不少歐洲團、埃及團要飛到國外轉機，結果行郵輪行程的團體原本攏佇杜拜轉機，旅遊的所在甲產品形態攏不同款，所以退錢標準也不同。杜拜呢，它一年有將近1億個人次在杜拜轉機，所以在短時間之內其實是很難找到替代方案的。3月份可能退團的人是比較多的，可是4月、5月幾乎都趨近正常。業者分析，中東戰爭也無明朗，確實有旅客要求取消，不過因為杜拜機場維持正常的起降，要求行程照行旅客也袂少。對此，觀光署擱再呼籲，請旅行業者最近盡量避免組團到中東旅遊，也是到中東轉機，也提醒民眾出國進前一定愛到外交部領事事務局、旅外個人動態登錄的網頁登錄，降低旅遊安全的風險。記者綜合報道。